诗歌。这首诗歌也再次告诉我们，耶稣成为我们最大的安慰，也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压上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蜡烛它也不吹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保护，在神的带领当中。特别在今天的礼拜中讲到后，我们今天也有一段是医治祷告的时间，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需要，不论是身体的病痛，有任何的需要困难，都邀请你一起走到台前，我们的代祷的服事同工会为你祷告，盼望在这个当中，透过他们的祷告，求上帝给你新的力量，给你一个新的盼望，在面对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困难、每一个挑战，都知道免惊，因为耶稣在你的边啊，不用怕，耶稣与你同在。愿上帝赐福我们，也在今早的礼拜当中，我们透过我们所听的诗歌，我们所唱的，我们所祷告的，以及我们所领受上帝的话语，再一次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鼓励，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新的帮助。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再一次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时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有你同在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主啊，我们也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在今早的主日当中，在圣殿与你再次的相遇。主啊，求你透过今早的礼拜，透过我们所听见美丽的诗歌，我们口中所唱的赞美，我们所向你献上满心的祷告，以及你圣经的话语，再一次的来滋润浇灌我们的心灵，帮助我们透过今早礼拜当中，我们与你更加的认识，也在今早礼拜当中，我们再一次重新得力。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福在以下的时间当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将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们刚刚一起读了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17章当中，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到山上，经历了一个非常特别神迹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是门徒所没有想象的。他们可能认为耶稣就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一天，甚至就平常的一次。因为耶稣常常就邀请门徒一起去服事，邀请门徒一起去参与一些不同的事工，所以或许对这3个门徒来讲，这是一个很意外的事情，甚至在他们没有想象到的时间发生了。当他们跟耶稣一起到山上时，经历了这么特别，在他们生命改变的事。当然，他们也不停留在山上而已，他们继续的下山，继续他们生命的路程。我们的人生也好像在爬山一样，我们有不同的目标，我们有不同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完成。每当完成一个目标，每当完成一个你人生当中你所计划的，就好像你爬到那个山顶，就你完成了，达到一个目标了。但是你完成一个目标，你爬到山顶，你不可能就住在山上嘛。大家可能都有爬山的经验，你爬山之后，你到山顶，你不可能就住在山上，你势必还是要下山，你势必还是要回到你原本的生活当中，你不可能就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当我们回到自己的生活，我们回到自己的家庭当中，你会发觉，原本在那个山上美好的经验，你看到很多的美景，但是你回到山下的时候，你回到你的家庭，回到你的工作，回到忙碌当中，就觉得好像还是山上比较好一点因为那边很放松，然后可以看景色，不用烦恼那些事情。但是当每次回到你的一般的生活，就想我要接下来要忙什么，我要预备什么，我要安排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在应该是上个月一个新闻。台北有一间补习班，然后他把这个有一对兄妹他们的行程po出来，就每天的行程。那以至于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当然是这对兄妹国小而已，早上5点50分要起床，晚上呢非常晚才睡觉，11点半睡觉，一天大概只睡6个小时。然后除了他们在学校的课程之外，一般的学校上课之外，剩下时间他们就是要去补习班上才艺啊，学钢琴啊，学各种才艺，然后以至于吃饭在车上吃，学校功课在车上写，
所有的东西就被填满了，就很忙碌。那当然，有些人就质疑一件事情，说：那这一些孩子真的开心吗？然后这些家长是不是强迫这个小孩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安亲班，就这个补习班，他就这个代替这个孩子，代替这个家长帮他们发声，然后在媒体就说：这个孩子他们在那边上课其实蛮开心的，好像他们都很开心啊，他们也没有就不悦啊，也没有排斥。那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如何，就是我们看到媒体的样子，或者是这个新闻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但是你会发觉，现在的孩子，或者是现在的学生，他们都有好多的事情，就是平常学校一整天上课之后，下课可能还要上家教，可能还要补习，还要学才艺，好多事情。学生是如此，身为如果是成人在工作的我们，好像也是，我们每天也被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被填满。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生活去填满我们所有的时间。你认真想，你从一早起来，然后到你睡觉，基本上都是满的，就是很多的事情你必须要去预备，你很多事情你必须要去计划。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就很难去细心的体会，甚至很难细心的去观察到，在这段时间或做了那么多事情，我的生命有没有被调整，或者是我生命有没有得到一些东西，还是有没有可能我的生命可能就是原地踏步，就是停留在某个阶段而已。我说我们的人生好像就在上山，好像在下山，我们都一直在往上爬，往下爬，然后在那个忙碌当中追寻目标，完成目标，然后再追寻下一个目标。我们在一般的生活是这样子，但是感谢神，让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至少有一点点的时间，早上我们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暂时的放下你一般生活的东西，暂时放下你原本工作的事情。你有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在这边做礼拜，你可以在这边一起守安息日。上礼拜夏牧师的主日的讲道当中，他也跟我们分享守安息日的重要。为什么我们守安息日？为什么要分别这个时间下来？为什么我们要留时间在这个地方？当然，让我们除了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之外，也让我们可以有获得休息，让我们暂时可以获得安静的机会，而不是让很多事情不断的去填满我们。所以我说，我们人生像上山，像下山，刚才背刷一样，爬山一样。但是我们好像来教会来参加每次的聚会，好像也是在爬一座山。我们爬什么样的山？以赛亚书2章2节，他说：“来吧，我们一起上到上主的山，一起往以色列上帝的圣殿。他会指引我们该走的道路，我们要在这条路上行走。”每一次来到教会当中，每一次主日礼拜，我们就好像来朝见上帝，再一次到上帝的面前，到那个上帝的圣山，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赞美他。但是我们也知道，礼拜可能就2个小时结束，对吧？你不会礼拜2个小时结束之后还继续坐在这边说：“我这边是上帝的圣山，所以我不回家。”不会嘛？结束我们还是要回家，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在我们每一次来上山、来朝见上帝、来敬拜的时候，到结束我们要回去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带着什么样一个心态？生活很忙碌，工作很忙碌，家庭很忙碌，课业很忙碌，很多事情。但是每一次来，希望你都可以得着一些，带回山下去，带回到你的生活当中。今天的故事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带一群门徒上山。这个故事当中是耶稣的一生当中很特别的一个经历。耶稣从他降生成为人，在这个世上，到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到耶稣到旷野40天被撒旦试探。接下来很重要的故事就是我们今天看耶稣改变形象，在山上变相的故事。接着耶稣就要继续走向耶路撒冷，也是接下来在2周之后，我们要进入受难周，进入这个受难日一段旅程。之后他在耶路撒冷，他被钉十字架，接着他复活升天。这是耶稣非常重要的一些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但是变相更为重要，这是耶稣他决定在山上，虽然领受了一个很大的意象，在那个地方荣耀显现了，再次确定他的身份是谁。但是在这个之后，他仍然走下山，他没有继续停在那个很荣耀的地方，却是完成他生命当中的使命。耶稣这个很关键的时刻，让我们再次知道耶稣是谁，让我们知道他为什么来这个世界，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如何与他建立更美好的关系，甚至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耶稣他之后的使命是什么，不是只停留，而是继续的前进。
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经文，我们一起读的经文，你有发觉经文当中除了耶稣还有他3个门徒之外，还有2个很特别的人就出现在这个经文当中，一个叫摩西，一个叫做以利亚。这2个人的出现，刚刚说到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经验让我们可以更认识耶稣，甚至知道耶稣要做什么。这2个人出现呢，他们是以色列非常伟大很重要的人物，而且他们也曾经在山上跟上帝有非常特别的亲密的交通，甚至有直接对话的经验。而这2个出现呢，他们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律法，旧约的律法，代表是旧约的先知，而且他们的出现也代表耶稣会受苦。在平行的经文，差不多的经文当中，路加福音就讲到这2个人的出现，跟耶稣一起谈论耶稣将来会受苦的事情，但是也谈论到耶稣会将要之后复活的这件事。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跟摩西，他们是旧约的代表，但是我们看到出现了跟耶稣的谈话，也让我们知道耶稣在新约当中，在接下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延续，甚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上帝的国度要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实现，这是让我们可以了解到的。这个故事不只是一个好像是神迹，而是有更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要回来看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这一段的事件发生之前，还有一个故事。耶稣他要到山上前，他跟他的门徒说了一件事情。他跟他的门徒说，在马太福音16章。耶稣跟门徒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到耶路撒冷去呢，他说他要受长老、受祭司长、受文士许多的苦，他要被杀，第3日复活。然后呢，彼得就出现了，他就跟耶稣说：“主啊，不要去耶路撒冷，万万不可，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所以在耶稣带彼得他们去山上的时候，耶稣先跟他们讲这件事情。所以你想。门徒听到这件事情，他们跟耶稣在一起那么久了，一起服侍，一起生活，然后耶稣突然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哦，我要去耶路撒冷，不是要去游览，不是要去圣殿敬拜，是我要去那个地方要受苦受难。”你想门徒当下的心情应该是很疑惑，就是好端端的耶稣我们就一起服侍医病赶鬼，还蛮开心的，就是我们一起生活很棒啊。你为什么突然说你要去受苦受难的耶稣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应该也肯定很忧愁，就是耶稣要去受苦了，耶稣要去受难了，那我们怎么办？那耶稣怎么办？所以就在这样的状况当中，耶稣带着3个门徒悄悄的上了一座山，而在这样的时候，开启了今天非常特别的一个故事。所以第一个，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让我们学习几件事情。第一个，让我们学习一个渴慕寻求，而且是为了要亲近上帝的心意。第一个让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是渴慕寻求，为了是要亲近上帝的心意。一开始的经文我们再来看17章1到2节怎么说。6日后，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的兄弟约翰，他们悄悄的、暗暗的上了一座高山。然后呢，在他们面前，耶稣的形象变了，他的面相就像太阳一样明亮，衣服也像光一样的洁白。你看到这个经文当中，耶稣带3个门徒偷偷的上到一座山上，然后在这个山上呢，耶稣就变了他的形象。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每次出现要去山上的时候，都会是一些很关键的时刻，甚至是上帝要上帝有作为的时候，都是跟上帝可以亲近，跟上帝祷告，跟上帝聆听他的话语，甚至是领受他使命的地方。旧约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到山上，在那边他见证了什么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在旧约当中，摩西到山上跟上帝对话，领受了石板。在这个山上，以利亚在那个困苦的当中，他听见有微小的声音，上帝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每次看到在圣经上许多山上的故事，都是一个让人可以跟上帝祷告、亲近、聆听，更重要是可以领受使命的一个地方。而且耶稣带这些门徒不是只有去爬山，不是去郊游，就晚上夜黑风高，然后4个人去爬山。更重要的，当你看路加福音的经文，他说耶稣是在祷告的时候，耶稣带这些门徒正在祷告的时候，他的外貌改变了，形象改变了，他的衣服也变成洁白发光的样子。
代表耶稣不是走上去，然后就突然他就突然变身了，而是耶稣在那个地方祷告。你发觉耶稣在那个山上做一件事情，寻求上帝的心意，也带领那些门徒一起去看见不一样的事情，变了形象。他的意思是改变了外形，耶稣的外形不一样了。而我们知道，这个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耶稣他在当场变装，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耶稣在透过祷告当中跟上帝亲近的过程当中，是从上帝而来给他的力量，让他可以去改变，让他展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样貌，使他得着新的力量。我想，耶稣亲近上帝，就是透过他的祷告。在那个山上，透过他的祷告，透过对神关系的建立，亲近神，得到引导，得到新的力量，在那个地方内心也得到新的平静，得着安稳的力量。我说，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好像也在爬山一样，我们好像在登耶和华的山。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透过祷告，透过我们的敬拜，透过我们对神的回应，透过我们所聆听到的，也让我们再次得着一个新的力量跟引导，也让我们的内心在这个时刻可以有一些安静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得着一些平静的时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们得着安息。”第一个很重要，这个故事这个事件让我们学习到的，渴慕寻求爬山亲近神，是为了更接近上帝的心意。第二个让我们学习，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的是，我们要学习时刻的倾听，为了是要认识上帝的声音，让我们可以时刻的倾听，让我们可以去认识上帝的声音。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接下来经文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17章3到4节，他这么说，他说，当耶稣变了形象，耶稣在那边祷告变了形象，发生一件事情，他说，忽然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向耶稣说话。那彼得就跟耶稣说，他说，哇，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太棒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在这里搭3座帐篷，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好，彼得就看到这件事情了。3个门徒当中，他第一个发声，第一个讲话，就跟耶稣说：“哦，主啊，哇，这边真好，真好啊！我们就搭个帐篷，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一起享受，在这个地方有同在，很棒，真好。”这个意思，比如说真好，在原文事实上指最好，就是上好的，上好的。彼得说：“哇，底下上好，这边最好了。”但是很显然一件事情，彼得好像也不是那么清楚他在说些什么。我们刚刚前面大概有讲一下，摩西、以利亚出现代表什么样的意义？他们为什么要跟耶稣讲话？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出现？但是彼得他却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加贺。这个山顶加水，然后这边哇很荣耀，我们搭3个帐篷，让你们在那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这边最好了，这边最好了，山上这边最好了。你发现门徒或是彼得，他们是在乎一件事情，在乎他们自己的期待，在乎他们自己想要看到的，他们想要享受的，但是他们却压抑了真实要面对的问题。什么问题？不要忘记，耶稣跟他们说，他要接下去受苦。耶稣要去受苦了。彼得压抑了，他为什么这2个人突然出现在这边？彼得只觉得这样就好了，他没有了解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在他眼前来发生。他只觉得这样就好了，这样是最好的。他们却没有真正去辨别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有时候跟随耶稣的人，有时候身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可能会像彼得一样。跟彼得的心情一样，我们只会想要享受那个很美好的时刻，我们只要享受那个很棒的属灵经验。哇，我在敬拜当中，在祷告当中，哇，好享受，好享受，好棒，好棒。但是我们却不真实明白上帝的心意要我们去做什么。耶稣不是只停留在那个很棒的荣耀当中，耶稣的真正的心意是下山去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每个人的信仰的经历，
其实让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信仰的经历不是停滞的。我们信仰的经历不是停滞的，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往前。同样的，我们对于神的信仰，我们自己的感受也是不断的去改变的，是不会停止的。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停滞的、没有改变的，那可能就像那个山上的彼得一样，看到耶稣这样的样貌，看到耶稣显出来的荣光，他就说：“啊，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我不要再其他的了。”但是当彼得这样回应的时候，你就发觉他一直停在那样的高峰当中，却没有办法继续的往下走。所以当彼得回答出这个好像不知所云的回答，故事有不同的发展。马太福音17章第5节，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当彼得那边说：“我们搭帐篷，3个帐篷。”突然说话之间，有一个光明的云彩来遮盖他们，而且这个云彩呢有声音出来，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段经文好像有点熟悉。这个经文出现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不大一样的是，这时候上帝多了另外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听他。”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只有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在这个时刻不一样，神说：“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在原本的意思，不是单纯的听而已，更重要的是要跟从。更重要的是跟从的意思。听，它也是一个持续进行的一个动词，不是听一次，或在某个时间听到而已，而是一个不停止、不断去追求、不断去经验，而且是不断去重新认识的。当这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独生爱子，他是唯一的，我所喜悦的。”所以你们更应该要听从他的话，而不是照自己的想象去塑造出一个耶稣，依照自己的经验去想说这样就够了，这就是耶稣了。认真思考，有时候我们不是在跟随耶稣，有时候我们是在跟踪耶稣。什么是跟踪耶稣？我们都知道耶稣教导了我们很多。要去做什么，要做什么，他给我们看了很多样式，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走到某个地方，先停一下，先看一下耶稣在做什么。这个好，这个我喜欢，这个我经验过，所以耶稣好，这个我跟你一起。但是如果突然看到，这个我不大行，我还是先在这边等一下就好了，耶稣我再看一下。于是我们不是一步一步的跟着耶稣，而是跟着我们想要的去跟着耶稣。如果我们有时候一直时常躲避内心，或者是我们总是以自己的想法，那不是一种跟随。如果我们只是用我们自己的形象在塑造一个耶稣，如果只是用一个形象在塑造所谓什么叫信仰，那只是我们的想象，甚至是我们只是在画地自限而已。云彩的声音告诉这些门徒：“这不仅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你们要跟从他的脚步，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生命的邀请。这个声音说要跟随耶稣，也是要与我们一起经历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难处，不论好不论坏，都跟我们一起经历。重点是也要适时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倾听上帝真实的心意是什么。约翰福音第10章27节，耶稣也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得他们，他们也跟随我。”重点不是认识而已，最后耶稣说：“他们也跟随我。”时刻去听耶稣的声音，而不是依照自己的想法。第3考跟大家一起分享，除了听之外，也让我们学习去注目仰望。重点是我们要对焦在耶稣的本身。当这个门徒听到这个声音，
当他们说我们搭3个帐篷在这里就好，门徒吓到了，惊讶到了，跟他们想的不一样。所以经文第6节到第8节，他说门徒听见就匍匐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当门徒经历了这些事情，他们发觉，让他们觉得害怕，甚至是一个敬畏的心出现。但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了，摸了这些门徒。当他们抬头一看，只剩下耶稣。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其实这些门徒也蛮无助的，甚至他们蛮害怕的。为什么无助？为什么害怕？刚说他们在想，耶稣要去受死了，耶稣要离开我们了。然后突然这时候有一个以利亚、摩西都跑出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们最后只能选择就匍匐在地，非常的害怕。但是耶稣了解他们的软弱，也体恤他们的软弱。所以耶稣没有说：“你们怎么这样子？给我起来！”耶稣是很温柔拍拍他们说：“起来，不要怕。”而当他们看见时，看见耶稣一个人在那里。他们看见耶稣一个人在那里。神不仅是希望我们去跟从听耶稣的话，也更重要，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聚焦在耶稣的身上，单单的去仰望他。神不只希望我们可以听从他，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也把眼光可以聚焦在他的身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刚前面说到摩西，说到以利亚，刚说这2个人他们在山上都有非常特别的经验。我们来说说以利亚。以利亚当时他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他在那个山，他在一座山上跟巴力的先知，然后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困难的挑战。最后上帝帮助他了，他打赢了。但是接着王后就要把以利亚杀掉，因为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把我的神明打败了。但这时候以利亚忘记上帝曾经帮助过他，于是以利亚选择逃跑，跑得远远的。但是上帝再次的帮助他。经文说，上帝派他的使者叫以利亚起来，叫他吃了喝了，然后食物足够他力量。你想以利亚在当时是一个很软弱，然后很害怕。那之后呢，他走了40个昼夜，就到了上帝的山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在那个地方，上帝对他说：“出去站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于是上帝经过，以利亚听到了轻柔的声音。以利亚也看见了上帝透过一些自然现象让他去了解。而在这个之后，后面的经文也说，上帝继续指示以利亚要往哪里去。你看见以利亚他这么伟大的一个先知，这么厉害的一个先知，然后透过上帝能力打败那些假的先知，但他在极其软弱的时刻，上帝告诉他：你有能力可以打败，因为你靠着我可以打败那些先知，你靠着我有很大的能力。但是他听到那个皇后说要杀他，他就逃跑了，跑得远远的，甚至觉得他非常的软弱，没有办法。但是在这个时候，上帝再一次的在那个困难当中，让他聚焦神的本身，不仅听见他的声音，让他也再一次看见他的生命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诗篇的73篇25到26节，诗篇的诗人也如此说。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我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还有谁呢？在地上，还有谁是我可以爱慕的呢？只有这位神。当我们专注单单的仰望在他的生命当中，仰望在他的身上，而最后我们要一起来分享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继续的服侍，为了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耶稣这个事情之后，他邀请门徒下山。
耶稣邀请门徒下山继续的服事。第9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这3个门徒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人。为什么耶稣这么说？这是个很荣耀的事情，因为耶稣可能怕山下的群众没有经历这件事情的人会误解耶稣的真实的作为，可能别人也还没有真实了解死而复活的意义。如果去告诉其他人，别人可能不是这么的了解。但是重点是耶稣带他们下山，带他们继续服事，带他们继续往前走人生的道路。人生有好几次的爬山，人生有好几次我们都需要爬山，过程或许很辛苦，但是登上高峰的那一刻很让人难以忘怀。登上高山的经验很让人难以忘怀。然而，我们不可能就永远停在山顶嘛。好，刚刚有说我们不可能永远停在山顶嘛，总是要有下山的时刻，总是要有下山的时刻，总是要回到我们一般生活的时刻。当使徒彼得在回想他所经历的这件事情，他说，在彼得后书1章16到18节，他说：我们曾亲眼看见他的伟大，我们也都在场，亲眼听见这天上来的声音。他在回想这件事情，但是当他在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在山上所回想，他不在山上想这件事情，而是在他下山之后开始服事，开始传福音，开始成为一个帮助分享福音的人。他回想这件事情，他没有只停留在那个原本的那件事情当中，而是他继续的走下山，继续的服事。山上的荣耀是一时的，我们所经历的美好的属灵的经验，我们所经历到信仰当中的美好，是真实的，但是不是只有那一件事情，生命要继续下去。而且更重要的是，下山之后，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回到我们自己的工作的岗位，甚至是上帝给我们不同的使命，那是人生当中一辈子的事。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某些我们觉得好就好的事情，不能停留在我们觉得这样就够的事情。更重要的去思考我们到底在世界上的责任到底是什么。耶稣已经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他用他的生命去回应他的使命，邀请我们跟他继续的前进。耶稣不是静止不动的，神不是静止不动的，不是我们只要搭一个棚子敬拜他就好了，不是我们把它供奉起来就好了。那这样跟一般的传统信仰差在哪里呢？神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前进，神邀请我们在经历信仰当中继续下山，一起跟他前行，一起跟他经历生命当中每一个可能。所以刚刚的经文说，耶稣邀请这门徒下山，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耶稣马上带他们去经历一场服事。在耶稣带他们下山之后，17节，17章后面14、15节，他们一下山就，耶稣跟门徒回到众人那边，就看到了一个人来找耶稣说：“啊，主啊，怜悯我的儿子被癫痫的病害得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耶稣带着门徒一回到山下，回到他们的使命当中，回到他们应该有的、该做的作为当中。所以耶稣带着门徒回到山下，回到群众，回到耶路撒冷，甚至是那个受苦的路上，回到原本有的使命当中。耶稣走上一个很荣耀的高峰，我们看到在山上变相很荣耀，但是他最后却是透过他生命的受苦，透过他真正生命的使命，贴近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我们常在新闻媒体或者是一些报章杂志上看到一个词叫做接地气，叫接地气。再说这些政府官员也好，或是很多一些政策或一些什么要接地气，才了解人民的心声，才了解政策该如何推行。耶稣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不是只有一个在高高在上的一个神就在那个地方，好像就停在那里，而是他很实际的下来，而且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邀请我们跟他一起走。所以基督徒基督信仰很大的特色在于愿意去分享，而且愿意在于去服侍。如果耶稣的信息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美好的，真的是很值得分享的，甚至我们在教会的属灵的经验是很棒的，
那不是独自享受，不是就停在这边阿内德赫啊，而是分享给有需要的。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山下的使命。我说我们来教会当中，也好像在登耶和华的圣山，来到神的圣殿当中。等一下礼拜结束，我们好像就要离开这座山了，我们要回到山下。你要回到你的家，回到你的家庭，回到你的工作，回到你的学校，回到你原本生活的环境当中。问题还在，困难还在，生活的种种都是真实的，还在。但是不要忘记回到山下，回到你原本的地方，有神与你一起走，有神陪伴你走这条道路，也在我们所走的每一条道路当中，看见上帝带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每一次的上山，让我们有美好的属灵的经验，我们可以去经历上帝。但是经历后，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要下山，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得着力量去跟随耶稣。所以每一次来教会，我们享受这样的时间，一起敬拜，一起祷告，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一起跟弟兄姐妹有很好的团契交谊的关系。但是下山，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带着一个新的力量、新的恩典，与耶稣同走生命的道路。2个礼拜后，刚说要受难周，下礼拜就受难周，我们要一起思想，也在跟耶稣再一次走这条受苦受难的道路。耶稣在变相之后的下山，他也开始要走向他的使命，开始走上他生命当中最后很不容易的一段路。我们生命也在走，一直在走这条不容易的道路，但不要忘记，在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在我们每个人的服事，在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当中，耶稣陪伴我们一起走，耶稣陪伴我们一起去发掘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的，陪伴我们一起去发掘我们生命当中任何可能的地方。愿上帝赐福我们，也愿神让我们真的在每一次的主日当中，在每一次我们分别时间来说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有跟上帝有好的关系，并且重新得着力量，回到我们的家中，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现在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而在这首回应诗歌当中，也要邀请你有需要被祷告的弟兄姐妹，勇敢的站到台前来。我们的代祷勇士要为你来